在雙文化的環境中養育下一代。而周國考兒 Francis Chow 平等與個人主義。喺華人嘅傳統社會裏邊，人際關係係靠倫常同埋責任嚟維繫，因此有行其位、素其位、父慈子孝同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等嘅教導。身為父母同埋老師都係權威嘅執責教導者，佢哋嘅教導一定係對嘅。做仔女同埋學生嘅都唔可以同佢哋討論、爭辯或者要求有所選擇。權威嘅教導係單軌嘅，所以教導者以題面命，而受教者就要洗耳恭聽，立刻聽從。雖然好多北美華人家庭已經並未緊守住呢一啲嘅思想同埋方法，但係大多數嘅父母仍然覺得愛子女就要為子女安排同埋犧牲，而且總係覺得佢哋少不更事，越細未深，而父母經驗豐富，所做嘅決定一定係對嘅，子女應該聽從父母。因此好多父母唔願意主動嘅尋求或者聆聽子女嘅意見，或者同佢哋商量事情並給予選擇權。佢哋替子女做大大小小嘅抉擇，例如選科、就業、交朋友、參加課外活動，甚至為青少年挑選衣服或者髮型。加拿大同美國都係一個高舉個人主義嘅社會，因此無論係家長或者係老師，都認為有責任鼓勵同埋幫助細蚊仔成為獨立嘅個體，有獨立嘅思想、感情同埋行動。所以兒童被視為與成年人平等，成年人唔單止俾佢哋有選擇嘅機會，亦都尊重佢哋嘅意願，鼓勵同埋俾佢哋用言語、情感同埋行動嚟到發揮自己。而且成年人認為嘗試甚至失敗就係尋找自我同埋答案嘅途徑。平等與個人主義點樣影響北美嘅教育？因為華人同美國以及加拿大嘅人對平等與個人主義有所分歧，好自然嘅亦都會影響到教學同埋學習嘅方法，以及受教者所塑造成嘅模樣。喺呢一篇同埋下一篇嘅文章，作者會從平等與個人主義嘅角度分析華人與北美人士教育嘅差異，以及教師、家長同埋子女對教育嘅反應，然後再向家長提出一啲取長補短，幫助北美嘅華裔能夠適應家庭、學校與社會要求嘅建議。家長提出一啲取長補短，幫助北美嘅華裔能夠適應家庭、學校與社會要求嘅建議。從海外移居到北美嘅華人家長，特別係並冇喺北美進修過，因為以往嘅讀書經驗都係尊師重道，認為一個好嘅老師係要有權威嘅，將正確嘅答案灌輸俾學生，而正確嘅答案只係可以從老師或者係書本當中得嚟。所以學習嘅方法應該係聆聽同埋觀察老師，抄寫同埋背誦書本，以及勤做練習。但係北美嘅老師通常都扮演嘅係指導員，同埋以朋友嘅角色，用平等嘅身份嚟到去幫助學生尋找答案。佢哋教學嘅方法係多元化嘅，通過遊戲、討論、實驗、合作小組、觀感教學、調查同埋研究嚟到去引導學生思考、分析、推理、發問題，進而歸納。所重視嘅係學習嘅過程，不一定係成品。老師亦都鼓勵學生追求自己嘅興趣，發揮創意與幻想。所以學習嘅過程、成品同埋答案唔會係千篇一律，學生亦都唔可以人云亦云。北美嘅老師對華裔嘅印象。喺北美生長嘅華裔生活喺兩個不同嘅世界，家長、教師對佢哋嘅睇法要求都唔一樣。
而家我哋先睇睇北美嘅老師對佢哋嘅印象。老師覺得大多數嘅華裔喺學習方面比較細心，記得小節同埋事實，例如年月日、乘數表、串生字等等。對於簡短嘅同埋有清晰規限嘅習作咧，就做得比較好，着手同埋完成都比較快。但係對於長期性嘅 long term 或者範圍較廣嘅，牽涉好多嘅參考資料，要推理、發表創意或者自己嘅意見，並冇一個一定對嘅答案。Open-ended 呢一啲嘅文科習作比較唔懂得點樣去處理，呢個係因為佢哋習慣機械式嘅背誦事實，同埋着眼於一個正確嘅答案，同埋依賴別人嘅引導同埋意見。喺分析、組合、提綱挈領方面並冇太多嘅練習，亦都害怕自己嘅創意或者係自己嘅意見會不被父母、師長同埋同學接納。此外，如果佢哋嘅英文程度、書寫同埋閱讀能力都唔夠，唔懂得喺圖書館或者喺網上面揾資料，亦都唔懂得編排時間，咁樣就會影響佢哋各方面嘅發展。老師一直以嚟亦都好欣賞大多數嘅華裔學生喺學校負責任、守規矩，聽從老師同埋其他人嘅意見，覺得佢哋係模範公民 （model citizen）。但係有時候老師會覺得華人學生並冇獨立嘅思維、行動同埋情感嘅反應，因此未被賞識為領袖之才。除咗少數係天生外向同埋有獨立自主嘅性格之外，其他嘅學生並未被賞識，多數係因為喺屋企並冇被鼓勵去表達同埋強調自己嘅權利、喜好同埋表揚自己嘅緣故。至於嗰啲願意表達嘅，亦都時時會觀察局面，感到安全會被人接納嘅時候，先至將意見發表。有啲華裔特別係喺低年級嘅時候，被頑皮同埋喜歡為難人嘅其他族類嘅學生諸多欺負同埋取笑，怕事嘅唔敢向老師告狀或者報復，只會匿埋或者喊。仲有啲學生喺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嘅時候，冇做自己份內嘅工作，而華裔嘅學生又唔敢出面向老師告狀，硬住頭皮替佢哋做功課。可惜近年嚟獨生子女嘅華人家庭越嚟越多，父母同埋祖父母都視佢哋為掌上明珠，萬分寵愛同埋驕縱佢哋，使佢哋容易變成屋企同埋學校裏邊嘅小霸王，唔願意同人合作，只希望其他人遷就佢哋，甚至唔願意聽從父母、老師嘅教導同埋做作業，同時會認為其他人欠佢哋好多，佢哋應該享有特殊嘅待遇，所以好多老師同埋輔導員覺得管理佢哋同埋維持教室嘅秩序越嚟越困難，有啲甚至寧願提早退休。所以而家嘅華人學生不一定被校方視為模範公民。海外嘅華人父母對北美教育嘅反應。另一方面，有啲華人家長，特別係祖父母輩，唔明白中美教育嘅差異，同埋下一輩嘅掙扎。佢哋認為北美嘅老師唔夠威嚴，浪費時間，秩序太鬆懈，習作太少，課程太容易，對學生太縱容，而仔女喺學校學唔到嘢，同埋覺得仔女變得好冇禮貌、跋扈囂張，太多嘅主見，所以仍然希望佢哋百依百順，課餘一定要做額外嘅作業同埋背誦生字，要求參加各種嘅課外活動，週末上中文學校，甚至成績好嘅仍然要上補習班，而且要求仔女喺學業上要做到快而準，要上頂尖嘅學校先至算做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成績唔好嘅就要將勤補拙。課外活動嘅參與亦都不一定按照住仔女嘅天分同埋興趣，而且要求佢哋參加競賽嘅時候要名列前茅，咁樣
佢哋嘅課餘嘅程序被安排到滿滿嘅，父母子女都忙得透不過氣。課餘活動唔單止並未達到調劑身心、移情別性嘅功效，反而成為每個人嘅壓力同埋每一日嘅爭吵對象。